自2025年1月1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混杂的宗教价值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18章第10到30节。上主命令摩西，就对以色列人宣布：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恁捌带过埃及遐人的行为，恁毋通学。我要带恁进入迦南地，遐人的行为，恁毋通做，嘛毋通缀因的风俗。恁着切实遵行我的命令甲规例。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人若遵守这个，就会得到活命。我是上主。恁拢毋通甲近亲有性关系。我是上主。毋通甲老母有性关系，来凌辱你的老爸。伊是你的老母，毋通露显伊的下体。毋通甲你的老爸其他的某有性关系，来凌辱你的老爸。毋通甲你的姊妹有性关系，无论是共爸的，还是共母的，伫厝内也是外面生的，拢毋通露显因的下体。毋通甲你的查某孙，无论是内孙还是外孙有性关系，因为因的下体是你家己的下体。毋通甲共爸无共母的姊妹有性关系。毋通甲你的阿姑有性关系，伊是你的老爸的骨肉至亲。毋通甲你的阿姨有性关系，伊是你的老母的骨肉至亲。毋通甲你的阿姆、阿婶有性关系。毋通甲你的新妇有性关系。毋通甲你的兄嫂、弟妇有性关系。甲你有性关系的查某人，你毋通阁甲伊的查某囝有性关系，嘛毋通带迄个查某人的查某孙做某，因是伊的骨肉至亲，这是乱伦见效的事。某要活地，毋通带伊的姊妹来做伊的对头。妇人人经期中无清气的时，毋通甲伊有性关系。毋通甲别人的某有性关系，来拍拉散家己。毋通献你的囝、查某囝互摩洛。毋通亵渎你的上帝的名。我是上主。毋通甲查甫人有性关系，亲像甲妇人人共款，这是真通厌恶的代志。毋通甲任何精生交合来拍拉散家己。妇人人嘛毋通甲精生交合，这是违反自然的代志。恁毋通做以上禁止的事来拍拉散家己，因为我特别伫恁面前赶出去的外族人，有做这个事来拍拉散家己。因安尼做嘛污染土地，所以我刑罚土地，互土地将遐个罪民吐出去。所以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这个通厌恶的事，无论是在地人，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拢毋通做。伫恁以前，即个土地的居民有做这个通厌恶的事，地煞受污染。恁毋通污染迄个土地，才免地将恁吐出去，亲像将恁以前的居民吐出去共款。若有人做以上禁止的事，迄个人着对人民的中间激出。恁着遵守我的命令，才免恁去缀以前的居民通厌恶的风俗，煞拍拉散家己。我就是上主，恁的上帝。混杂的宗教价值观，无论埃及人还是迦南人，拢是信奉多神的混杂宗教。因的宗教价值观
多半只是对性欲的崇拜，甚至鼓励纵欲。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爱逃避异教的淫乱恶行，千万毋通有样对样，因为这种污秽家己的行为是直接参与淫乱的宗教活动，毋但亵渎上帝的名，也是圣洁的上帝所无容允的。按照利未记核心信息的主轴方向，针对这个不伦的性关系之描述，咱袂当简单用字面的述事来了解经文，反倒是应该转来到经文所要表达的信仰价值观，来认识上帝甲伊的子民之关系。利未记一再传述的就是上帝选民爱对周围的外邦中分别出来，无互家己受淫乱恶行污秽，因为上帝是圣洁。既然属于上帝的子民，也应当避免随从外邦异教徒的淫荡生活方式。爱安怎才会当知影家己的言行敢有亲像外邦人同款违背上帝的律例典章呢？当然就是爱认真谨慎研读上帝的话语和命令，才当清楚认捌上帝的律例典章，通好判别所行是毋是有违背上帝的心意。安尼，服从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命令，谨守遵行，来蒙上帝喜悦，才会当得到丰盛的性命。拄亲像以色列人寄居踮伫多神混杂的宗教环境，台湾的基督徒也面对混杂的宗教，有时阵伫惊吓失败的恐惧中，异教价值观就悄然踮心中滋养壮大。伫职场，基督徒可能受同伴影响，迷信风水；伫遭遇人生意外风险，也是婚姻挫败的时，也可能受社会普遍的风气和民间宗教贿赂式对价关系影响，最后听信别人指点就加入其他宗教群体，搁合理化家己的宗教行为。这无疑误是受恐惧的情绪绑架，背离上帝甲家己的救赎关系。其实，安尼的基督徒真可能原本就对信仰的认识相当模糊无明，直到当性命遭逢难题的时，真紧就受周遭环境影响，信心摇摆，落尾离弃上帝。伫台湾充斥异教文化的环境中，庙宇世界林立，各式神明崇拜非常兴盛。每年也有各地的妈祖绕境出巡，十光各大小城镇乡里，形成强势的宗教文化。妈祖銮轿所经之处，拍拜跪求祝福的人侪甲袂算得，连外国观光客也做伙来朝圣。伫遮尔兴盛的民间宗教环境中，基督徒是极少数。有一寡基督徒伫欠缺信仰认知的情况下，也是为着求发达、求姻缘，也是因为好奇心驱使和同伴压力，就参与这个宗教仪式。殊不知，安尼的行为是侮辱家己，得罪上帝。愿上帝神帮赞教会，重视信仰培育事工，帮赞信徒持守上帝的真道。默想，我是毋是轻易听信别人的建议？我对信仰有疑惑无？有好的管道通解决这个困惑无？我是毋是轻易听信别人的建议？我对信仰有疑惑无？
有好的管道通解决这个困扰无？咱来祈祷，求主怜悯帮助我，和兄弟姊妹袂滥用好奇心，有智慧分辨宗教的差异和界限，也求主帮助教会扮演好信仰教导者的角色，互信徒得到良好的信仰引导。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